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4月22號。受關稅議題主導，我哋預計市場波動性仍然維持高企，預料關稅爭端唔會迅速降溫，企業盈利嘅能見度仍然比較低。由於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陡峭化嘅風險仍然存在，我哋認為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嘅存續期應該維持喺3至5年，保持對整體投資組合優質偏好嘅配置。自特朗普4月初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稅以嚟，中短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表現具韌性。截至4月1號至到4月21號，2年期收益率下跌12個基點。收益率下跌代表債價上升，而5年期收益率則略為上升5個基點，兩者波幅均較長年期美國國債輕微。另外，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目前或優先專注當局嘅雙重使命入面抑壓通脹嘅工作。聯儲局或者仍然處於觀望嘅模式，唔急住減息。考慮到美國未來通脹嘅不確定性、預算赤字可能增加等等嘅因素，長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進一步下跌嘅機會比較少。市場亦密切關注住特朗普上週對聯儲局唔願意減息表達不滿嘅言論。如果局勢升級去到特朗普積極嘗試喺鮑威爾任期屆滿前罷免佢嘅職位，屆時投資者或者擔心新任聯儲局主席可能藉住大幅減息過度刺激經濟增長，而唔願意持有長年期嘅美國國債。總括嚟講，我哋認為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嘅存續期應該維持喺3至5年，對投資組合保持優質偏好嘅配置。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